谢谢吴信平、吴全彤。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讲评。嗨，多丁先人啊哈，我觉得你们两个的默契很好，当然看得出来讲弟弟最漂配的。然后在舞台上呢，他是特别的抢哥哥的戏，然后那个舞蹈啦、那个表情啊，特别有尴尬。我觉得这样子就对了。哦，这就是恁兄弟的舞台。啊，恁的歌声嘛无话讲，因为也都很有默契，规首歌听起来很顺畅啊，都非常的好哦。所以我觉得两队都非常非常棒，很精彩。好，我们请子红老师讲评。好，那个全彤，我以为我看到包小柏了，对，我想小松怎么没来？对 ，OK， 你们两个兄弟真的表现得非常的，就看得出来平常感情就很好哈。那因为我自己也有兄弟啊，就是从小就是打打闹闹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长大大家感情很好，这很难得。我觉得你们这组就非常的随性，然后非常的自然，我觉得很棒，很棒。谢谢老师。